十六列級，我係莊臣，今日係2025年嘅12月8號。泰國總理安努天親會嘅官，華裔總理祖籍呢就話廣東嘅新會，佢泰國姓陳會嘅官前邊嘅陳就係廣府粵語中姓陳嘅陳，而鄭大集團泰國 CP 嘅老細71嘅老闆謝國民，他念謝勒雲倫，佢嘅泰國姓呢謝勒雲倫前邊嘅謝係謝嘅潮汕發音謝，謝國民潮州話就係謝國明。2023年泰國大選民選票數得票最多，但最終未能如願登上總理寶座嘅皮塔廉振勒，呢位哈佛大學仲有麻省理工畢業嘅皮塔廉振勒，前面嘅廉同樣係潮汕發音林姓嘅林啦，潮州話係廉。泰國話佢好多時候咧都有咁嘅賣姓傳統，時刻提醒自己咧根喺邊度，祖宗姓乜。從9月5號國會投票安努天高票當選嗰一日計起，直到今日佢剛剛好咧就職滿3個月。雖然短短咧未滿100日，已經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首先佢嘅職位啦，Nayok Rathmantri係佢嘅全稱，有陣時就係直接簡稱就係Nayok嘅。佢係邊度嘅總理啊？係北鐵泰泰國。Nắp Chak就係從邊度計起，Nắp就有點數有計嘅意思，Chak咧就係從，Nắp Chak從邊度計起。Wanthi Ha就係5號，6號就係Wanthi Hok， 7號就係Wanthi Jet。咁佢當選嘅月份呢就係9月，就係讀咗近廿閏。而家已經係12月，就係ธั華窮，直至到春天。今日呢就係วันนี้，已經做咗幾多個月嘅總理啊？3年3個月。Dem 就係滿足就係Dem。Poli 就係剛好。咁你去飲酒，啲泰國人呢就比較熱情，佢想同你個杯度呢就斟酒嘅。你想叫佢斟滿就講Dem，你覺得佢一路斟，你覺得夠啦，唔好再斟就講破。佢問你วันนี้สนุกไหม？今日好唔好玩啊？你覺得 OK 嘅就講呢。泰國民眾認為泰國南部宋家府核芊市咧，就而家浸死差唔多300個地方。白茶春就係民眾，夢話就係認為，覺得呢個夢就係睇。拍大就係南部，拍女係上邊嘅，就係北部。振華就係府嘅意思，省嘅意思。宋卡就係宋卡府。Ampere就係市或者係縣啊。核芊就係而家水浸個地方，個城市個名叫核芊。咁核呢就有海灘嘅意思，芊呢就係大，核芊。咁佢已經呢個名呢就同你講咗佢嘅位置啊，佢就係靠海噶啦，就核芊。咁民眾認為呢，政府水災救援工作呢就係不力嘅，質疑安努天嘅管治國家嘅能力低下。咁呢啲聲呢就係
不絕於耳。頭先勒特班就係政府，南屯就係浸水災，南屯。氹眼工作做嘢，你喺邊度做嘢啊？氹眼ที่ไหน？ไม่ได้เรื่อง就係唔成事，做唔到嘢，ไม่ได้เรื่อง。ต่ำ就係低嘅意思，高就係สูง，เสียง就係聲音，ไม่ขัด就係冇斷過，不絕，ไม่ขัด。หู就係耳仔啦，打喺呢度，眼睛，白就係嘴巴，จมูก喺呢度，係個鼻，มือ手，ขา就係你隻腳，หัว就係你個頭。咁今天禮拜三主持召開新聞發佈會，佢原本呢就係打算轉移下啲公眾視線，衝下業績，順便係衝下氣嘅，扭轉一下受水災事件影響咧，稍微跌翻少少嘅民望。即係如果你覺得話你2%都叫做跌嘅話，就見仁見智啊。呢個立就係受到接受，盤吉通就係波及影響，立盤吉通就係受到影響波及到。佢就聯同司法部、經濟和社會數碼科技部、國家警察署、稅務局等多個部門，公佈近期政府打擊電信詐騙嘅封鎖成果啦。其中呢個吉桑就係部，Yuditam就係司法同埋公正嘅意思。Digital就係嚟自英文嘅 digital， 數碼科技。P就係為了為咗。Statut就係經濟，咧就係和，สังคม就係社會，สังคม社會。สำนักงาน就係辦公室，辦公廳。ตำรวจ警察，警察係國家。可能有啲人就比較熟噶啦，就係稅務，公三百幹就係稅務局。嚟多個หน่วยงาน就係部門，รัฐ就係รัฐบาล嘅簡寫啦，政府嘅意思。發佈會上啦，天就公開表示已經係暫時凍結洪森個細仔叫洪文嚟，咁佢老婆嚴齊蓮，佢有個阿哥叫嚴烈，佢一番詐騙犯罪集團呢，就係一共被凍結咗價值30億泰銖嘅資產啦。呢個A1就係凍結，ชั่วคราว就係暫時，個ลูกชายคนเล็ก就係細仔嘅意思，ลูก就係仔女。即係你唔理你男定係女啊，你係仔女，你就係叫ลูกชาย咧，就係男性，คนเล็ก就係細嘅人，ลูกชายคนเล็ก係細仔，ลูกชายคนโต就係大仔，ลูกชายคนโต就係大仔數落嚟嗰個第二個仔叫二仔。咁你如果有三兄弟呢，你係中間嗰個仔，咁就係ลูกชายคนกลาง。你嘅大女呢，就係ลูกสาวคนโต。ภรรยา老婆意思，不過好正式嘅人先會叫ภรรยา。
大多數都係咩啊？丈夫就係沙咪，通俗啲嘅婆咩，就係兩公婆。沙咪帕尼亞就係丈夫同埋老婆。พี่ชาย哥哥，พี่สาว姐姐，ทรัพย์สิน係資產嘅意思。มูลค่า就係價值。3,000就係3000，呢個1,000就係千，咁你4,000呢就係4,000，你8,000呢就係8,000，呢個ล้าน就係百萬。百萬就係佢哋最大嘅計數單位啦，你超過100萬嘅就係以100萬成為底數。咁如果你係1000萬嘅話呢，你係100萬嘅10倍呢，就叫做10ล้าน。你係1億就係100ล้าน，你係10億就係1,000ล้าน，所以佢30億就叫3,000ล้าน，500呢就係泰銖啦。中央調查局呢亦都係俗稱嘅 CIB， 咁指控呢劍擊嘅犯罪集團涉嫌通過電信詐騙，仲有網絡賭博，致使700位泰國人呢就遭受損失嘅。其中初公就係詐騙 ，online 就係英文啦，就係網絡電信 ，web พนัน呢個 web 都係英文嘅 web， พนัน就係賭博 ，web พนัน就係網絡賭博。ทำให้致使คนไทย泰國人700นาย700位ได้รับ受到了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損失。中午時段呢，發佈會完結，擺設喺台上邊嘅咪呢都未接走，上邊啲噴啲口水都仲未完全乾嘅，台都未搬走。就有心人士咧短咧喺發佈會完結之後，相隔短幾個鐘頭咧，當日傍晚嘅6點鐘咧，就通過 Facebook 嘅平台咧發佈咗4張相片。呢個ช่วงเที่ยง就係中午時分啦，ช่วง咧就係一段時間一個時期，ช่วงเช้า就係早上時段，ช่วงบ่าย就係正午後嘅時段，ช่วงเย็น就係傍晚嘅時分啦，ช่วงค่ำ就係入夜嘅時段，น้ำใจ就係口水，ยังไม่還未輕咧就係乾，呢個係濕咧就係別整濕咗咧就係別及嘅輕，新年就係完全，咁你輕新年就係完全乾透嘅意思啦。多呢張嘢呢個叫多。解樂就係伴奏嘅意思啦。ไม่กี่ชั่วโมงเองชั่วโมง就係鐘頭小時嘅意思啦。冇幾個鐘，呢後邊呢個eng就係強調。แค่นี้เองทำไม่ได้就咁都做唔到。แค่นี้เอง只係咁樣你都做唔到，ทำไม่ได้。個รูป就係相片照片嘅意思啦，รูปหมู่係群體嘅照片。呢個หมู่呢好多人嘅，就叫หมู่。你而家住嘅小區呢，就叫หมู่บ้าน，有好多人聚埋一齊嘅屋企叫社區或者叫หมู่บ้าน。รูปเดียว聊呢就係單獨嘅意思啦，所以รูป聊就係獨照，只有一個人嘅照就叫做รูป聊。兩個人一雙就叫คู่，你รูปคู่就係雙人照，คู่就係雙，ที就係單。รูป selfie 係嚟自英文嘅，就係自拍照嘅意思啦。呢4張相片呢，就踢爆泰國現任嘅總理呢
阿努天以及多位泰國軍政法警同埋商界嘅高層，同今日公佈成果嘅呢個染疫嘅犯罪集團呢，進行洗黑錢活動。有一位人士叫 Ben Smith， 佢哋就係話呢啲高層呢同佢仲已經係相識嘅，喺多個社會嘅公開場合呢都係有交集嘅。阿里過去、Pajuban現在、依家嘅Anak Kok就係未來，Lalap就係層次、水平，Xuống頭先都同佢哋揼對應嘅，呢個Xuống就係高嘅意思，Lalap Xuống就係高層。Phok Ngân就係洗黑錢，Phok就係漂洗意思，你沖洗就叫做冷มือ，冷ตัว就係洗手沖身，呢啲齋水沖你叫冷。Sắc就係洗滌搓洗嘅意思，Sắc。你屋企嗰部洗衣機咧，叫 Khun Sak Pa，Khun Sak Pa就係洗衣服的機器，佢就叫做 Khun Sak Pa。Rujak就係認識嘅意思，Rujakan就係相互認識。咁美國國會咧為咗打擊網絡欺詐犯罪咧，制定頒布43位個人或實體嘅制裁名單入邊咧，呢個Imdiak同埋 Benjamin 以及佢哋嘅公司都係榜上有名嘅。不過咧，相信份榜單上邊咧更加為大家所知嘅係陳志同埋佢嘅太子集團 Princess Group。嚟認證下劑呢兩個國家先，Sahadat America 美利堅合眾國全稱係啦，係啊，Munjin仲有Batejan都係中國嘅。跟住而家成日新聞出現頻率最高嘅幾個國家啦，Russia就係俄羅斯，Ukraine烏克蘭，Israel就係以色列啦。日本泰國人最鍾意去嘅就係日本，日本滿泰都係泰國，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又係泰國，ปราบปราม就係有打擊同埋抑制嘅意思啦。咁 CIB 咧主要公佈染疫，主要係操縱網絡電信詐騙活動啦，詐騙受害人嘅錢財，然之後就將受害人啲錢通過轄下嘅 BIC 銀行佢自己嘅，以及匯運同埋應該係匯旺係咪？匯旺支付平台，咁就偽造虛假交易，將犯罪所得呢就先喺柬埔寨國內呢就先洗一次，過一次抵稅，咁就唔係通過其他人嘅銀行洗錢，係自己專門經營間銀行落嚟洗錢，所謂未知。我哋嘅ผู้เสียหาย就係受害人，你ผู้ชาย就係男人，ผู้หญิง女人，ผู้ขับขี่你揸車嘅人，司機啦，ผู้ขับขี่สร้าง就係創造、製造、建造，ธุรกิจ商業活動，ปลอม假嘅、虛假的叫ปลอม。你話嗰樣嘢係假貨就係ของปลอม，สร้างธุรกิจปลอม就係偽造虛假嘅商業交易啦。รายได้收入，你想表示呢？收入好，รายได้ดีมาก就係非常之好。ผิดกฎหมาย違法犯罪，ผิด就係錯。ถูก就係對，唔係ใช่就相信大家都識啦。唔係fokเงิน之前有講洗黑錢、
最後呢，交友合照嘅主角，我哋交友遍天下、神通廣大嘅 Ben Smith， 咁啊負責使錢出境咧，出海咧就買嘅。因為受制於柬埔寨，佢自己嘅經濟體量咧就係過於細小，個產業經營模式咧就比較單一。柬埔寨自己本身可以承載，只係可以洗白嘅資金咧，就係始終都係有限嘅。柬埔寨셋터깃經濟力就係細，끈바이就係太過於돈資金，T for 大 for 就係使下錢啦，T 就係什麼什麼的，大就係可以，T for 大就係可以洗白的，มีความจำกัด就係有限度嘅，จำกัด就係限制。beriset จำกัด就係有限公司。咁自從柬埔寨呢將詐騙產業呢升級為國字頭紅線特許經營嘅企業，咁國多呢就早已經係名聲在外㗎啦。嚟自柬埔寨嘅周轉資金呢已經係被有監管技術手段嘅西方國家呢就係掟到實嘅。Wen 就係流轉。Wen 火，你如果個頭咧比較暈，覺得喺度轉嘅，就係 Wen 火。馬扎嚟自監及路咧，就係監督同埋看管。不聽就係國家，反大運動西方，反咧就係嗰一方一邊或者係一側。特運就係太陽嘅意思啦，不聽ฝั่特運學太陽出嚟嗰一邊嘅國家，咁就叫做東方國家。不聽ฝั่特運學太陽落下嗰一邊嘅國家嘅西方國家。咁取到經濟體量更加大，經濟活動更加自由、更加活躍嘅泰國呢，借景再過一次水，最後再轉往第三國家呢，就可以掩人耳目，成為詐騙灰產洗錢嘅新路徑。曳國就係比較大，สุดท้าย最後ประเทศที่สาม第三國家。暗棚就係遮擋掩埋遮擋。十屍體暗棚十就係埋屍，我都唔知我點解會諗到呢個係暗棚十。晒打就係我哋嘅眼線視線，คนอื่น其他人的暗棚晒打ของคนอื่น就係遮擋其他人的視線，咁就叫做掩人耳目。吞透透咧就係灰色的，吞透就係出晒名嘅灰產啦。白色咧就係狗，黑色就係ดำ，紅色就係แดง。咁第一張照片咧做起第三個人就係合照風波嘅主角 Ben Smith， 佢嘅花名咧就 Ben Smith， 全名咧叫做 Benjamin Marburger。覺得應該就係猶太人啊，唔係呢個名，人覺得佢係一個猶太人，起碼係後裔嘅。佢就係紅心嘅高級顧問兼柬埔寨嘅財經智囊，有影子財神爺之稱嘅。佢出名咧就唔係話無中生有揾錢勁，而係使錢勁。รูปแรก第一張照片，จากฝั่งซ้าย從左邊，คนที่สาม第三個人，จากฝั่งซ้ายคนที่สาม就係從左邊數起嘅第三個人。หาเงิน勁，勁就係犀利，比較厲害叫勁。หาเงิน勁就揾錢勁啦，財เงิน勁
就係話佢用錢比較揮霍啊。霍銀勁就係使錢勁，呢個使咧就係使黑錢嘅使。泰國防止和打擊洗錢辦公室咧調查發現，嚴德同埋 Benjamin 以及佢哋嘅配偶喺泰國咧通過開設多間嘅空殼公司，間接咁持有股份，開設傀儡賬戶，亦即係我哋稱為嘅 mirror account 啊。咁就係交叉持股 close， 咁就係交叉持股 close holding 嘅呢啲方式，為柬埔寨巨量來歷不明嘅詐騙灰產資金呢，就係喺泰國尋找出路嘅。沈納晏就係辦公室、辦公廳，呢個幫間就係防止，叻就係和，白之前有啊，打擊抑制，更霍銀就係洗黑錢。咁呢個幫間白仲有呢個銀，咁佢取第一個泰文字，咁佢就係簡稱波波我，佢個簡稱係有，仲有一個句號嘅實點嘅句號，叫波波我。你話打擊毒品呢，就係白泵呀，石跌呀呢就係藥，石就係你吸食，跌就係痴迷上癮嘅，呀石跌就係毒品。ตรวจสอบ調查พบว่า發現話，เปิด就係開設，บริษัท就係公司，หลายแห่ง多處地方，ถือ你就係揸住持有，หุ้น就係股份，ทางอ้อมทาง呢就係路嘅意思，ทางอ้อม就係間接，你想講直接呢就係ทางตรง，ตรง呢就係直。你坐咗的士，你想同個司機講直走，係咁去，點講一講叫動拜。บัญชี碼就係傀儡賬戶啦 ，mirror account。แบบควาย，你咁交叉住嘅手，呢啲叫ควาย。แบบควาย就係交叉的方式。ถือหุ้นแบบควาย就係 close holding 啦，交叉持股。หา就係揾尋找ทางออก出路，出就係ออก，เข้า就係進入，ทางเข้า就係進入嘅路。咁其中之一就係喺泰國，咁如果大家有揸車入油咧，有間加油站咧，個 logo 咧係一片淺綠色嘅樹葉，嗰間加油站所屬嘅公司叫萬澤股，萬澤集團嘅。嚴叻同埋 Benjamin 嘅團伙咧，前後短短淨係用咗幾年嘅時間，一共買入市值60億泰銖嘅萬澤股份。咁就按上個星期禮拜五收市接近360億嘅總市值計咧，萬澤呢一間喺泰國排得上號嘅能源公司，1/6嘅流通股份，因為你360億已經俾佢買咗60億，1/6嘅流通股份呢都係喺灰產個手度，即係表示呢，再啲詐騙電話咧再打勤力啲，俾心機啲，你成為最大股東呢就係指日可待㗎。姚生一邊堂堂正正坐正人哋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個位呢，可以講話毫無難度。能耐難就係其中之一，ขับรถ揸車。另外一個比較容易誤會嘅就係夾率，夾率就係調翻住部車，就係嗰啲叫夾率。ขับรถ就係揸車，เติม就係添加，น้ำมันน้ำ就係水，มัน就係油，น้ำมัน就係เติมน้ำมัน就係加油，ปั๊มน้ำมัน就係加油站，萬澤就係嗰間公司。ทั้งหมด一共
60億攬8萬係佢哋最大嘅計數單位啦。你係千萬就係8萬嘅10倍啦，所以你叫10攬。能奈何就係1/6。你想講4/3係點樣講？3奈4。你想講1/5咧就係能奈下，要奈麼就係喺佢嘅手度，灰產就係吞頭，能交易，能就係坐低，交易就係交易啊。貪不貪董事局主席總裁叫貪不貪。相片當中嘅最右就係近期泰國政壇根正苗紅，泰國深層政府嘅指定下一代，唔可以講下一代連任代言人，天子之驕、天子門生嘅阿努天。又係第2位咧，泰國前任嘅參議員，仲要係資深坐咗好多屆，叫不結不質列官。又係第3位咧，就係泰國前任警察督察總長啊，係 Wisnu Prasad Thongorso。佢掌管類似警察紀委嘅部門，專門負責監督嘅泰國20萬警察嘅行為操守啦。中間 C 位就係泰國前任嘅陸軍總司令阿比勒孔什蓬。而第2張呢，就係一個聚餐活動嘅合影啦，阿努天同埋 Ben Smith 鄰近就座，就係貼身就座嘅。第3張合照呢，就係泰國嘅現任財政部長同埋 Ben Smith 嘅合照，跨述最右慈世戰，血大血緣就叫慈世戰，就係中國阿里前任副文職間司令。陸軍呢，就係塔罕木，勒就係船，有船嘅塔罕就係海軍，塔罕勒海軍。阿格就係空氣天氣，塔罕阿格就係空軍啊。損述呢個述有最嘅意思，咁你損述最高嘅，塔罕損述就係3軍總司令。咁佢哋就係仲有一個統帥，就係佢哋依家嘅皇帝啦。能就係就座，介切就係坐到好近，即係好近嗰啲叫介切。疊近就係黐埋一齊疊近。每一位數起身都係星光熠熠，軍隊、行政、立法、眾議院、警界、商界嘅巨頭全家福。泰國舉足輕重嘅頂層人物呢，都喺入邊噶。全國嘅民眾呢，就一時譁然，甚至乎呢猜疑。合照深層次背後錯綜複雜嘅人物網絡呢，係導致泰國政府投鼠忌器，遲遲未能下定決心採取強硬手段打擊詐騙灰產嘅真實原因。佢哋一拖再拖，一定係有利益關聯輸送嘅。政府官員係咪參與其中呢？暗中勢力幫助犯罪分子呢逃脫制裁，好值得令人深思。送洗就係猜疑，ลึก深嘅，冷後邊 bưng 就係面或者側 bưngลึก bưng 冷就係深嘅嗰一面，背後嘅嗰一面 bưngลึก bưng 冷就係深層背後嘅嗰一面。十筍複雜，特閃劑就係下定決心灑氣係原因。啲鐵戰就係真實的，你抗鐵同埋抗戰都係表示係真貨同埋堅嘢嘅。不約利益鐵橋礦就係關聯的。近年嚟咧，泰國政府喺打擊
擊網絡犯罪嘅活動上咧，係一直都係受到民眾嘅詬病。咁佢就話政府咧就唔主動、唔積極同埋唔負責任，已經將現有灰產人士咧就通過漂白犯罪所得咧喺外府即係比較偏遠啲嘅地方選區買選票賄選。咁成為議員之後咧就進入泰國嘅政壇，做咗議員咧。以前咧睇嗰啲城市規劃圖咧偷步，咁你叫啲親戚買地囤地，咁已經係 out 噶啦。啲灰產議員咧可以入到國會，去到成立嘅各種各樣嘅調查聽證委員會做咗委員咧，佢咩機密文件資料咧佢係睇唔到。ไม่รับผิดชอบ就係不負責任，但จังหวัด外府劇ลื當就係地方選區，實行就係買選票，大變傻傻就係成功咁成為議員，เข้าสู่進入到วงการเมือง就係政壇，เอกสาร就係文件，你想影印文件咧叫ถ่ายเอกสาร，ถ่ายรูป叫拍照，複印叫ถ่ายเอกสาร，ข้อมูล就係資料。防滲透咧，甚至已經係成為咧2026年泰國大選某些政黨爭取選票嘅主要政治主張。例如泰國橙色黨嘅公民黨更加係嗌出滅撈唔係滅頭，有我哋就冇灰產，咁嘅競選宣傳口號，同啲灰產咧表示同啲灰產咧就係不共戴天，勢不兩立。咁企圖複製2023年大選咧公民黨嘅前身前進黨拍交界，佢嗰一句滅亂咪滅流嘅神奇魔力。คำตอบสุดท้ายชัดเจนตรงไปตรงมามีลุงไม่มีเรามีเราไม่มีลุงเลือกตั้งปี2569就係佛曆嘅2569年，亦即係2026年。เลือกตั้ง就係選舉，บาง就係某些某部分，บางคน某人，บางที有時候某事，พรรคการเมือง政黨，พรรคส้ม橙色黨，พรรคประชาชน係公民黨。如果有人係我入咗籍嘅，揸住嗰張泰國公民證、身份證，叫做ประชาชน。มีเรา有我哋，ไม่มีเรา冇灰產。พรรคก้าวไกล就係前進黨，ก้าว就係你嘅腳步，ไกล就係遠，近呢就係街，遠呢就係街，近呢就係街，係重音街。滅龍有阿伯，龍呢就係阿伯，阿叔呢係阿，你老豆呢就係婆，你媽媽就係咩，ไม่มีเรา就冇我哋，滅龍ไม่มีเรา。當時前進黨拍交界，競選口號當中嘅龍就係嗰三位阿伯，三位軍中嘅大佬龍ตู่、พลเอกประยุทธ์จันทร์โอชา，陸軍總司令巴育上將，政變奪得政權之後呢，成為總理，仲有龍ป้อม、พลเอกประวิตรวงษ์สุวรรณ，巴日上將成為咗副總理嘅，仲有龍博、พลเอกอนุพงษ์เผ่าจินดา，副總理兼任行政內政部長，行事係比較低調嘅อนุพงษ์上將。2023年嘅大選咧，喺泰國民眾普遍對巴育長達8年嘅治理下，軍人執政政府咧係民眾係感到厭倦，รู้สึกเบื่อ
眼見類軍管特殊時期嘅集權呢，係對於發展經濟出現越嚟越多嗰啲副作用。รู้สึกเบื่อ就係覺得厭倦，รู้สึกเหนื่อย係疲累攰，รู้สึกดีใจ感到開心，รู้สึกเสียใจ就係感到傷心，覺得傷心。咁當時咧滅龍唔係滅鬧呢個競選後，佢就好似專心一戰。前進黨拍交界同埋軍政府呢種勢同水火嘅態度咧，係深得人心嘅。最終前進黨攞到全國即係38.1%嘅支持率，近1500萬泰國人做出佢哋嘅選擇。雖然幫助前進黨係500席嘅下院咧攞到151席嘅，但最終都係未能實現佢哋嘅願望。佢哋嘅黨魁就係之前講嗰位姓林嘅嗰位別塔念振勒，最終係未能組建政府出任總理。佢係更加被判咧意圖顛覆國家政體、剝奪政治權利10年嘅ทั่不聽全國。近幾屆泰國政府咧打擊灰產咧，真係得過且過，可以講話係好似做咗虧心事行夜路咁。佢連嗌下口號、吹下口哨啲壯膽嘅敷衍行為，佢都唔積極，屬於見一步行一步。佢見唔到一步咧，冇人睇住佢就夠膽退翻2步俾你睇。喺疫情之前咧，詐騙灰產作為犯罪行業嘅產業生軌，其實詐騙一直都有啦。但係電信詐騙踏上網絡嘅快車，已經係變咗性。喺疫情前咧，處於萌芽階段咧，對灰產運作嘅模式、資金嘅流向，佢缺乏了解。喺泰國唔可以講話毫無準備，唔可以講話毫無防備，即係你應對措施唔夠咧，嗰陣時尚算可以理解。但係依家係真係殺到迷身，深到入骨。你睇下周邊嘅呢3個國家，老撾、緬甸仲有柬埔寨，尤其係柬埔寨已經就係鐵定心思係撈偏門嘅，一心就係拖泰國落去洗濕個頭。但係依家好似唔止洗濕個頭，就嚟水浸眼眉嘅啦。近就係缺乏ความรู้จัก了解到，ไม่ทัน就係理唔切。單多就係紮定個馬步應對防備，單多所波波哨就係老撾、緬甸同埋帕馬都係指緬甸嘅，金普茶就係柬埔寨啦，就唔係我之前我朋友講嘅功夫茶嘅，柬埔茶就係柬埔寨，內切坡尤其美國南韓制裁陳志發佢嘅財產咧，到依家已經係相隔咗幾多長時間啦？佢先至有禮拜3，即係召開呢啲似模似樣嘅發佈會，但係採取凍結財產呢啲處理方式咧，表面上睇上去咧就係殺手鐧，其實咧操作空間依然係非常之彈性。因為你凍結咧90天嘅時間內咧，如果進一步係冇調查結果，即係 CIB 係調查唔出嘢，或者係本人咧可以解釋到佢嘅財產來源，就可以申請解凍你啲資產。你睇下，無論主管財產凍結解凍定係主管呢啲調查結果嘅部門或者係單位咧，喺嗰張相片度，你全泰國胸前最多勳章、膊頭最多星、最多花嘅呢一張合照入邊咧，有齊晒同啲灰產關聯人士咧一排排企喺度勾肩搭背，好似影全家福咁。高麗帶就係南高麗，就係南韓；高麗女就係北韓。一伐木濕線財產排內90運90天之內，排內就係出邊，排冷就係唔係後邊嘅，係後期。咪咪盤冇結果。
阿貼拜就係解釋，留阿貼拜喺內，我哋解釋一下。提馬貼拜就係來往，大係可以有能力做得到，มีครบ就係有齊，หมด就係全部冇剩嘅，มีครบหมด就係有齊晒。有陣時我隱隱就覺得咧，泰國對於灰產嘅態度咧，佢就唔係唔足。咁人哋柬埔寨咧可以將灰產咧發展成產業，即係發展成產業，搞到風生水起。喺泰國某一部分有權人，即係有權有勢嘅，即係叫做執法人士，可以將捉灰產咧就當成一個產業。有部分嘅執法者咧係諗通諗透晒嘅啦，甚至乎係有前瞻性。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你隻灰螳螂你唔食飽，皇家警察邊度有得食？甚至喺大概7-8年前就已經係俾泰國警察捉過一次嘅，不過就唔係正當手續拘捕佢，而係幾個警察，好似我記得當時仲係着住警服嘅添啦，便裝。即係你一啲警察喺落咗更之後咧，佢都有專門嘅制服俾你着噶嘛，佢係着住嗰啲衫，佢一眼就一下子就看見得出咧，你就係差人。咁佢哋幾個人咧喺光天化日之下咧就咁標佢心，標陳志深，咁劫咗佢上車，問佢攞300萬，8萬大概7ถึง8ปีที่แล้ว7到8年前โดน就係被ตำรวจ泰國警察จับไป捉咗去，ครั้งหนึ่ง就係一次，กลางวัน白天，而晚黑咧就係กลางคืน，就係晚上。呢個跟溫石就係光天化日之下，個石咧就係太陽好殘眼，有啲刺眼，叫石。更溫石係有類似中文入邊光天化日之下嘅考。呢個就係你咁兩隻手架個人起身，叫做考咧就係佢ขึ้นรถขึ้น就係上車，就係上รถ就係車ขึ้นรถ。最後陳志個贖金咧有冇俾就唔知，不過陳志走咗去柬埔寨之後咧，仲有記者係攞到佢嘅聯繫方式，然之後打咗電話過去問佢嘅，佢都係否認，佢唔承認俾泰國警察綁架呢件事情。สุดท้าย最後จ่ายหรือไม่จ่าย，即係有俾或者冇俾，จ่ายหรือไม่จ่าย，呢個หรือ就係或者，ค่าไถ่就係贖金，ค่าน้ำค่าไฟ，ค่า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ค่าน้ำ咧就係水費，ค่าไฟ就係電費，ค่า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就係網費。เราไม่รู้我哋唔知，ปฏิเสธ就係否認，ยอม就係願意，同意，รับ就係接受。咁你ไม่ยอมรับ就係唔承認，唔接受叫ไม่ยอมรับ。喺泰國境內咧捉到泰國人，唔係捉到泰國人，捉到外國人從事呢啲詐騙相關嘅活動，大多數都係以欺詐或者係非法入境、逾期居留等嘅罪名被起訴，而唔係以量刑更加重嘅從事跨國活動犯罪活動，即係或者 transnational crime 被起訴嘅。如果一個外國人喺泰國境內從事違法活動，佢點解唔以跨境犯罪去起訴呢？เข้าเมือง就係進入國境，ผิดกฎหมาย之前都有講啦，就係非法。อยู่就係居留，เกินกำหนด超過規定，呢個เกิน就係超過，กำหนด就係規定，ระยะ就係時長，
，anuya 就係允許批准，論訪就係被起訴。一個字比較難嘅，acharya 就係犯罪 ，kram 就係跨越 ，cha 國家 ，kundan cha 就係外國人，其他國家的人 kundan cha 外國人。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泰國境內呢個ใน就係入邊，ทำ就係做，進行กิจกรรม就係活動，ทำกิจกรรม就係從事咩活動。前邊嗰啲罪呢就判3年，咁就可以保釋，可以判緩刑啦。從事跨國犯罪活動呢，起步就判4年，而且最重要嘅就係你冇得保釋，冇得緩刑。你酌情同埋量刑有操作嘅空間呢，即係喺落保差出嚟之前都有彈性嘅空間呢，有灰色嘅地帶俾你去操作，即係有得傾。咁試問，如果你係個詐騙犯，你而家俾差佬斷正，喺落手呢就可輕可重，終審判定呢，你入刑坐幾多碌之前，阿 Sir 問你 care 咪，即係問你傾唔傾啊？查唔查掂佢啊？叫 care 咪？你有錢，你有得騰挪嘅空間咧，俾你操作。係你係個詐騙犯，你揀邊啊？搞到將合照搞到滿城風雨嘅 Ben Smith， 佢至今咧泰國嘅警方咧都未頒布通緝令，就更加唔好提嗰張 Interpol 嗰張國際刑警嘅紅色通緝令嘅。拖白就係刑罰，禁錮、扣錮都係坐監，3B 3年，白近度要保釋，白間都有另外嘅意思就係保險，羅龍阿呀就緩刑，攰帶同埋 care 帶呢啲都係有得傾有得查，買就係文書，買集就係捉，呢個集咧就係捉。你捉嘅文書咧叫做揸，啲揸捕令就叫咪執，你捆就係搜查，去揾你嗰張就叫做咪捆，就係搜查令。咪獵就係傳召你、傳喚你嗰啲叫傳喚令，嗰啲叫咪獵。喺相片中咧，各位咧星味十足嘅主角咧，自然俾啲記者咧就第一時間打電話追住問。比較有趣咧係嗰位前陸軍嘅總司令，可能我哋等唔住咧，佢借9點返電視台，即係返工打電話俾佢，佢唔等啲記者打咧就不打自招啦。第二早晨早流流自己打上一檔電視節目，唔係澄清嘅，攞埋位等唔切，นักข่าว記者。你學生叫นักเรียน，รายการ就係節目 ，TV 就係電視啦。ช่อง就係頻道，就係ช่อง一個頻道，指正就係澄清。另外一位焦點人物自然係泰國總理安努田，佢就表示呢係10年前嘅舊照。Ben Smith 係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係唔熟，僅見過5-6次面。咁佢相信咧放出相嘅目的咧係屬於政治操作，咁就意在大選前咧就係抹黑同埋唱衰自己 discredit 搞。當被記者問到咧私底下認識咧 Ben Smith 本人咧會唔會成為深入調查嘅障礙？ภาพเก่า係舊照，10ปีที่แล้ว10年前，佢嘅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嘅泰文係พื่อนของเพื่อนของเพื่อน，即係朋友的朋友，พื่อน就係朋友，ของ就係的，ไม่สนิท就係唔熟，แค่就係緊，只係เจอหน้ากัน，หน้า就係我哋塊面。這就係遇見，這那間
係相互見過面，買幾近就係沒有幾多次。白問下學近大概5-6次。此話相信話擺錄放照片學碼出嚟入去靠拜，รู้จัก就係認識啦，順道就係私底下，อุปสรรค就係障礙。阿努丁就又開始跑嗰啲英文書包，講咗一句 You know me, let them go。佢哋係泰式英文嚟講 You know me, let them go， 唔係 little， 係 little go。我唔敢喐佢，係你識得我笑啫。咁佢就ผมหรือไม่กล้าแตะ You know me, let it go。反轉記者呢句英文知唔知翻譯成咩意思啊？係你對我認知過於淺薄，咁唔知點解彷彿有一種 too young too naive 嘅畫風。跟住呢就更加係發被動為主動，再追問啲記者知唔知點解 Ben Smith 一直申請都入唔到大國籍，係因為佢銀田自己之前喺任職內政部長主管入籍嘅事務期間呢，一直反對，一直阻撓 Ben Smith 入籍嘅。阿努丁亦佢自己認為呢，亦都係呢個原因，後嚟被貝東坦呢就私下報復，被要求辭去內政部長嘅原因啦。意思就係 Ben Smith 呢係你哋紅色為提黨嘅人，塔信同埋貝東坦呢想為 Ben Smith 就入籍呢件事呢就開綠燈嘅，但係阿努丁呢就大義滅親，寧退不從。佢點解要將呢個 Ben Smith 就係往塔信同為提黨身上推咧？因為喺呢波即係呢4張相之前呢，就已經係有 Ben Smith 同埋塔信同埋另一位就係依家嘅副總理兼農業部長3個人一齊同台食飯嘅相流出嚟嘅。呢個ผมหรือ就係我咩？ไม่กล้าแตะ，ไม่กล้า就係唔敢，กล้า就係敢，แตะ就係喐，就係掂。ไม่กล้าแตะ就係唔敢喐，รู้หรือเปล่า知唔知？啤就係翻譯，อะไร就係什麼乜嘢，成句呢啤ว่าอะไร就係翻譯成乜嘢呢？就係呢句 You know me, let them go 翻譯成乜嘢？น้อยไป就係太少，คุณรู้จักผมน้อยไป，你認識我太過於淺薄，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意思係話意味住เป็นคนของฝ่ายจะ係邊一方的人，พรรค就係政黨，เพื่อ就係為咗，ไทย就係泰國，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就係為泰國的政黨，叫做為泰黨。ไฟ有火同埋燈嘅意思，ไฟเขียว就係綠燈，ไฟแดง紅燈，ไฟเหลือง黃燈，ไฟฟ้า就係電。咁無論係佢急中生智呢，抑或係呢啲臨場卸膊推鑊成性，我就唔多了解。我記得上次對美國佬嗰句 Do it my way， 唔聲稱泰國可以脫歐美國，咁出口唔可以單一依靠美國市場，要為泰國出口呢尋找其他嘅出路。後嚟呢導致美國商業部 USTR 致函泰國，要求暫停貿易關稅談判。到咗今日已經係10月8號，最後頭先揾咗一條新聞，佢哋都係仲未發信，美國係仲未發信嘅。咁呢個 Do it my way
個 My Way 呢條路呢，從上個月16號開始行咗依家呢半個月，已經有多路又在何方呢？到咗佢 USTR 仲未發信，表示願意同泰國重啟貿易關稅談判，即係就嚟到年底 deadline，剩低幾多日啊？22日，時日無多，到時候條 My Way 呢要行翻轉頭，被收翻啲所謂嘅懲罰性關稅，即係46%，嗰陣時就比較傷啲。柬埔寨啲美國佬呢，依家收19%，我到嗰陣時呢，俾人收翻16%，真係輸人輸錢又輸陣。我覺得係咪啲英文書包啲丟得有啲多？佢自己講過咩嘢呢？好似唔係幾記得，定係啲公務呢比較繁忙，唔記得有美利堅回信呢家嘢呢。วันนี้就係今天วันที่5號ธันวาคม12月了，已經了。วันนี้วันที่5ธันวาคม了，今天已經係12月嘅5號。หาทางอื่น找尋其他出路，ทางออกทางเข้า出路同埋入路，ทางตรง直路，ทางอ้อม迂迴的路就係捷徑啦。ทางด่วน即係急嘅路咧，就理解成高速路。ทางด่วนขึ้นทางด่วน，如果你想坐的士，同個的士司機講上高速，又同佢講ขึ้นทางด่วน。普通黨好耐都冇喺個 Instagram 個 IG 度更新發表關於政壇嘅動態。關於以上田表示呢，係因為拒絕接受 Ben Smith 入泰國籍，被為泰黨普通黨呢報復踢佢出局。普通黨一句 out 同埋另外加多一個表情，唔接我愛你嘅意思就係、妖你咁樣講啊！為泰黨嘅發言人呢更加係直言不諱嘅，咁就回懟咗一句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doing， 就係俾你做係因為你做唔到嘢，唔識做嘢。嗰陣時叫你斷呢泰柬邊境呢啲佔領地區嗰啲水電仲有網絡，一直都詐聽唔到，都唔 cut。呢句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doing 係咪理解成不知所謂係嘛？科索發言人，而財政部長呢就宣稱呢同 Ben Smith 嘅舊照大概喺10年前作為大學嘅教授講師出席由前泰國警察督察總長，應該係位發福比較肥肥地去舉辦嘅培訓研討會嘅宴會期間呢拍攝嘅。呢位財政部長呢，佢就係大方咁承認嘅。但係呢表示只係禮貌性咁交談，有交換到名片，係屬於傳統正常社交禮儀嘅活動。呢個劇就係只係พูดคุย，就係說話談話，當就係依照，Malaysia就係禮儀禮貌。你想講人哋冇禮貌，你講一講咪咪 Malaysia 冇禮貌，或者係咪super。你成日有陣時，你見到有一啲貨車佢後邊有一句説話同埋留一個電話號碼嘅，佢就係想同你講，如果個司機揸車唔係幾守規矩，即係ขับรถไม่สุภาพ，然之後有個電話嘅，佢想同你講，如果個司機揸車唔禮貌或者比較衝撞，你可以打個電話上去嘅。但係財政部長呢，就係同時感到呢，就係不可思議嘅，因為10年前嘅活動照片呢，居然有人費盡心思呢，就挖掘出嚟舊事重提，表示自己呢唔習慣呢啲政治遊戲，入世未深，感受到一絲絲世道險惡嘅氣息。嗰啲政治世家居然唔習慣，我諗翻又係你白耶憲法法院嘅大法官嚟嘅，屬於解釋遊戲規則嘅群體咧，唔需要落場咯。而家換個身份落場，初時唔習慣，可以理解嘅。
另外咧，財政部長表示必須去重新考慮是否依然接受太自由黨黨魁，亦都係現任總理安努天嘅提名，為太自由黨出戰2026年嘅選舉。มีคนเย้ายันขุดคุย就係去掘ขุดคุยเรื่องเก่าเรื่อง就係事情，舊就係舊嘅。相對嚟講，買就係新的，เอามา就係攞嚟，เอาไป就係攞去，鋪買就係重新講，เรื่องเก่าเอามา鋪買，舊嘅事攞嚟重新講，เรื่องเก่าเอามา鋪買就係舊事重提。ตัวเอง就係我自己，ไม่ชิน唔習慣，ชินแล้ว就係習慣咗。กับเรื่องเกมการเมืองกับ就係對於เรื่อง就係事情，game就係英文 game， การเมือง就係政治，就係對於政治遊戲。แบบนี้這樣子的ต้อง必須ไป就係去 keep 就係 keep 考慮唔係就係重新。咁太自由黨已經係公布咗3位總理提名嘅人選出戰，應該都隔唔到幾耐嘅，2-3個月之內就會重新大選噶啦。咁3位人選呢，第一當然係安努天本人啦，第二就係合照中嘅呢位財政部長，第3位就係而家跑遍全球喺度 sell 緊啲泰國大米嘅美淑女部長。佢後生嘅時候真係好靚下，而家都成60歲啦，好似係，但係你睇個樣係真係佢後生嘅時候應該係好有知識嗰一種。就係商業部長嘅Suphaji Suthapan，其實我幫佢改咗個名叫蘇柏基，但係蘇柏基我覺得係個男嘅名，叫Suphaji Suthapan，蘇打基又唔係啊。咁呢2位咧都係臨危受命，心甘情願落場陪襯陪跑，落手落力咧幫太自由黨咧就擦人氣。但呢位咧就連太自由黨成員即係黨員，佢連黨員都唔係，就冚負 all in 想自己一直以嚟即係喺社會積累嗰啲名氣，佢啲聲望擔保，咁希望喺過渡政府咧就做出成績，咁就為太自由黨加持光環。รัฐมนตรี就係部長，กระทรวงพาณิชย์商業部，พาณิชย์就係商業嘅，ธนาคารไทยพาณิชย์就係嗰間紫色嘅銀行 ，XCB 泰國商業銀行，ธนาคารไทยพาณิชย์但係2ท่านนี้呢2位一般有身份啲人佢都唔講，正常普通人係講2คนนี้或者係2นายนี้係呢2位，但係呢啲有身份有地位嘅人佢哋係叫ท่าน嘅。你想感受下呢個ท่าน呢尊貴身份，你可以入控波，你入到去男嘅佢都係叫你做ท่าน，女嘅佢又叫你做หญิง，คุณท่านคุณหญิง呢啲係屬於好高貴嘅稱呼噶啦。ไม่ใช่唔係สมาชิก就係成員，พรรคภูมิใจไทย，太自由黨ชื่อเสียง名聲名氣就名聲名聲名氣。技術官員嘅財政部長呢，就年少成名，30幾歲出頭，佢就已經係做到財政部嘅顧問。即係傳聞呢，就算今次佢都唔應
安努田嘅邀請去出任呢個財政部長，憑佢嘅履歷，過多幾年都肯定係泰國央行行長嘅不二人選。但係非常之不幸 ，unfortunately，Benjamin 嘅魔法呢，佢有陣時就係咁神奇。佢同佢合親照嘅人呢，唔係坐過監，就係坐緊監，一唔係呢，就係就嚟去坐監。然之後最近先至發過一次工，而且發工嘅方向呢，就係對住佢哋財政部個新主委去嘅。10月先上任嘅助理財政部長啦，Wolapat Thanjawong，佢同 Ben Smith 都有合照。最後導致啱啱累積唔夠2個月，佢就借啲意或避嫌，佢就引咎辭職啦。Ayut就係年齡30出頭咧，叫30頓頓。ที่ปรึกษา顧問ผู้ว่าแบงก์ชา呢個 bank 就係英文入邊嘅 bank。佢字面上理解成國家銀行嘅話事人咧，就係佢哋嘅央行行長啦。ผู้ว่าแบงก์ชาช่วย就係幫助，你救命啊！要ช่วยด้วย，你想佢幫下仔你，要ช่วยหน่อย。รัฐมนตรีช่วยว่าการ就係助理部長，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就係財政部，ไม่ถึง就係唔到，2任2個月，ลาออก就係辭職，จาก就係從，擔領就係個位，職位，ลาออกจาก擔領就係從個職位辭咗去。呢位Wolapat Thanjawong呢位助理嘅財政部長，初初時佢都係類似同樣嘅口風，第一時間呢就口硬，話唔識嘅，之後呢就鬆咗口，話唔熟，最後呢就收埋把口，就問咩都話唔知。因為啲記者呢，佢就唔係啲記者，啲有心人，佢哋呢就越畫越深，啲合照呢就越畫越多。助理行政部長同 Ben Smith 呢，後嚟被爆出嚟咧，佢唔單止佢哋啲仔女讀同一間貴族學校，只係同一級同埋同一班。之後聲稱佢哋講嘅話唔識唔熟，佢哋嘅老婆、佢哋嘅配偶呢，係居然熟絡到呢喺新加坡呢就相互轉換名下公司嘅股份嘅。白頸白就係嘴巴啦，頸就係硬。木話講話ไม่รู้จัก就係唔識，魯白就係鬆口，รู้จักแต่ไม่สนิท，識但係唔熟就係รู้จักแต่ไม่สนิท。สุดท้าย最後ปิดปาก，ปิด就係關封閉嘅意思，ปิด就係開，ถาม問ตอบ就係答，個就係都，ไม่รู้唔知道，ถามอะไรก็ตอบไม่รู้，問乜嘢都答唔知道。了กัน相同的同一的，ห้อง房間，ฉัน了กัน同一層級，ห้อง了กัน就係同一班房，ห้อง就係房間啦，ห้องนอน睡房，ห้องน้ำ洗手間，ห้องหนังสือ書房，按就係轉讓，หุ้น就係股份，按งิน就係存錢。前任嘅陸軍總司令自己打電話即係上去澄清啦，話合照呢係喺新加坡影嘅，但只係表面淺淺地認識，冇深入交流，屬於淡水之交。經朋友介紹咧 Ben Smith 係一位商人嘅，嚟同台搭嘅食飯。仲記得嗰陣時咧，安努田仲有先聲明餐飯咧係 American share 制，即係 AA 制啦，每個人俾自己嘅餐費，嗰餐飯咧係冇人請客，冇人埋單嘅。提ที่สิงคโปร์就係
喺新加坡拍攝漂盤，我哋嘅皮膚係叫漂，漂盤就係表面，邁ลึกซึ้就係深入，นักธุรกิจ就係商人，食飯見ข้าวโต๊ะเดียวกัน同一張台，ทุกคน每個人ต้อง係需要，จ่ายค่าอาหาร，ค่าอาหาร就係餐費，จ่าย就係俾，支付ของตนเอง自己的，เลี้ยง宴請埋單，ใคร邊個ไม่มีใครเลี้ยง嗰餐飯冇邊個請客埋單，ไม่มีใครเลี้ยง。至於司令女個婚禮咧 Ben Smith 都有出席，司令就話一啲客人太多，詳情唔係好記得，但係 American Jet 呢啲 AA 制呢啲高風亮節嘅 detail 呢啲細節咧，10年前到今時今日咧，難為司令你仲咁記憶猶新，恍如昨日。我就問你信唔信？你睇翻佢張合照，你仔細睇，司令你口中第一次見人哋，你企喺 C 位，你第一次見面你就攞隻手搭住人哋 Benjamin 嘅膊頭，呢啲細節呢啲 detail 咧，你又記唔記得咧？Soon 就係至於，亦都有部分嘅意思。bang soon 就係有啲部分。晏定晏就係結婚嘅宴會，定晏就係結婚。ลูกสาว女兒就係個女，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詳情，จำไม่ค่อยได้จำ就係記得，ไม่ค่อย就係唔係好係，ได้就係可以，จำไม่ค่อยได้就唔係好記得，ผ่านไป過去的10ปี10年，ยังไม่ลืมลืม就係忘記，ยังไม่ลืม就係還未忘記。無論天災人禍地陷，無論天災人禍地陷死人冧樓，就算啲負面新聞再多呢，喺泰國阿努丁呢就唔係天選之子，但佢係目前嘅天子之選，黃光普照由天靈蓋照到腳趾尾嗰一種，咩大風大浪，你時間一到自然就風平浪靜，更加何況合照呢一種呢，捕風捉影，更加係一啲風浪都係掀唔起嘅。泰國猶如一間行到十字路口嗰啲百年老公司，仲要係家族企業。無論咩職業嘅經理人呢，入到嚟，佢點樣文武兼備，如何雄心壯志咁樣話要改造呢個國家，都敵唔過你老細或者你小東家具。西方式嘅經營模式呢，過於混亂啊！你任何嘅宏偉嘅藍圖呢，喺你老細話有心思呢，要認做歸宗，中國嘅宗，你都係顯得係非常之蒼白，仲有無力嘅。深層政府呢，經過呢20年嘔心瀝血嘅操作，隱隱進退呢，始終如一，環環相扣，步步為營。尤其係喺處理他信上邊，真係非常之有好多值得人深思嘅地方。2026年嘅大選呢，只要拍潘濟泰嘅阿努丁能夠喺深層政府、神秘力量，仲有其他力量加持到咁出晒面嘅情況下呢，再下城下議院爭取到過半數嘅250席，就可以爭奪最後一道加向佢哋身上嘅枷鎖，唔再受偉大黨、公民黨喺下議院彈劾嘅束縛，僅僅就係再差一步就能夠實現一統嘅泰國君主立憲制下立法、司法、行政原本可以互相制衡嘅三權。佢哋喺選票開箱之前呢，你所有呢啲閒言閒語
一切嘅一切都只係僅僅係小風波，而且仲要係茶杯上嘅風波。多謝大家，Thank you very much，薩瓦迪卡。